暂时还没有挑战过吻戏，但是如果是根据剧情需要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肯定不会说是用替身这种。大声了也不咽。阳光老师 OK 了吗？哎，好了，差不多。来，准备，来，3、2、1，走。你妩媚一点点。你要说完你的手举起来那一段话。蜘蛛侠Spider 部门。你治好了我的病，让你基本上。赶紧看一看。我不会，我会追求真实感。别用替身啊，干嘛用替身？暂时还没有挑战过吻戏，但是如果是根据剧情需要啊，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肯定不会说是用替身这种。演员的身体不过就是表演的工具啊。大声了也不咽。别演被打的那个吧。武侠片啊，其实武侠片我觉得就像神话片一样的。我看了很多武侠片，要不就是觉得比较肤浅，要不是觉得深奥。这我的理解还是比较有一些受限。我想演成龙，小时候觉得成龙特别帅。武侠片有动作，我对动作还是挺有研究的。我经常会幻想我会泰拳，用这个肘啊跟膝啊就这样打，还会巴西的卡波耶拉，就主要用我的腿来打，我的身体在这翻。I'm so happy, no happy. Why? Why is 导演， talking? 我们什么时候拍打戏啊？ BTC 不是没有打戏的。In your family have many people. 我觉得哭戏应该是最简单的情绪表达吧。真的有人哭还要借助眼药水吗？就这种，你去思考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你立马就可以流出来眼泪啊。演哭戏我有个小技巧，就是瞪着眼睛，我不眨眼，眼睛干了，眼泪自然就下来了。我会骂他，把他骂哭。我会酝酿一下我的情绪，从内而外的去酝酿，需要有一个很充沛的内心戏。你倒是哭啊！我心里在哭。哭戏最主要的先不说难不难，最主要是突出一个字美 ，beautiful。我有我的办法。讲话。准备放饭了，咱们点几分呀？昨天不是还有些剩的吗？过期了吧？他有时候还能赚钱。去嘛，比赛克里意思看，又说错台词，再扣100块。没有。有遇到过，就是有一个金主啊，叫李阿姨。有。雪儿还是不能化妆，卸了妆演吧。不行，导演，雪儿卸了妆好丑的哦。丑才好笑吗？丑才好笑。好丑吗？有遇到过，但是我身为一名导演，有女演员来敲我门，我也不给她开，坚决不会。导演，你看吗？你让我先上，我憋不住了。你这剧组层一定有问题。我也吃坏了。你先开门啊！可是这是女厕呀。实不相瞒，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的剑桥英语还有新概念英语这个3级、4级的册子我都已经学过的。说英文，
主要是英语不是很好。我的英语水平马马虎虎，但是呢，电影英语我是很有研究的，因为导演嘛，要涉猎多点儿。还有小语种我也 I think my English is so good. You know that? 很好啊，毋庸置疑的。 Now you can join the Olympic 功夫 Olympics. Now you can join the 功夫 Olympics. Now you can join the 功夫 Olympics. 扑特道格邦邦不可。 The dog go die。 Fighting the dog. Q dog go out。打扣办法， Billion spider million person hand。千九万对手。奥奇鲁库鲁克，这是梵语。 So many 记住 10,000手脚。 The bird and the bomb, they are fighting. 奇奇克鲁古布格，这是伊朗语，伊朗的电影我也经常看。 Seven long 剑 go to sky mountain。 Seven 剑 go on the mountain. 七剑下天山。阿奇库鲁克里克鲁索是文莱语。 Superman. 乌鲁木鲁马卡卡，这是南非语。 You are good, I'm bad. I'm a loser. Why are you so 屌 A slogan.？Wife is angry. Hey, man,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ey, don't so imply. Hey man stop 哈哈。 Go out。 吸星大法。 Suck. Just a suck. 乌鲁库鲁。